騙案手法可以好曲折離奇，仲要不停咁變，都可以係假嘅。騙案嘅方式就不停咁變，但係騙徒嘅目的就唔會變，淨係想呃你啲錢。一叫你過數俾錢，停一停，諗一諗，問下身邊嘅人，仲有懷疑，即刻打18222攞啲專業意見。大家好啊，隔咗一段時期啦，亦都冇同大家啦傾談一下嘅。其實啦，確有好多啦關於馬匹嘅資料啦，想同大家分享嘅。正如啊，我喺公告欄啦都有提及嘅。今期咧嘅拍賣馬啦，確實啦係我留意到啦，2至3匹馬啦係有啲潛質嘅。雖然啦現時啊連馬名啦都未啦編配嘅，但係就正如我所講啦，只要啦係天生啦具備有啦優厚啦嘅硬件啦，除非你一世啦唔將隻馬啦出嚟操啦，又或者亮相啦，否則啦只要啦係好馬嘅，必定啦可以從啦馬匹啦幾方面啦嚟啦判斷啦係好馬嘅。所以啊，量你啦幕後啦點收埋啦都係收唔到嘅。以今期啦嘅拍賣馬之中啦，確實啦係有依類分子啦，我十分期待啦呢2、3匹馬啦正式啦能夠落場啦競跑嘅，展露出啦佢哋啦嘅英姿啦。所以啊真係懂馬識馬啦，係喺馬匹啦未曾出賽啦，又或者咧久無賽績啦，可能啊礙於啦就係幕後人啦將馬匹啦收藏嘅。但係真正懂馬嘅人啦，就係啦要將呢一類馬啦點評出來嘅。你睇啦，現今一大班啦嘅乞衣網棍啦，形如小丑啦。大家若未去過啦馬戲團啊睇小丑啦，就應該啦拭目以待啦。好快啦，會有啦好多嘅乞衣啦扮小丑啦出嚟啦，學人啦品題啦，乜嘢啦叫來貴啦嘅銀行馬嘅，真係啦笑大人哋個口啦。佢哋口中啦所謂嘅銀行馬啦，根本啊就係上季啦有晒賽績啦同埋表現嘅，全數熱門啊！即使啊連街市大嬸啦都知嘅馬嘅，居然啊還有面皮啦，佢好似啊發現新大陸啦，咁去推介啦俾大眾嘅，而且啦仲要啦漁翁撒網式啦俾出一大堆嘅，當中一隻啦就好似啦狗吠啦咁嘈啦。仲有啦，大家可以睇下啦，一大班網棍啦是否啦智力啦係有問題嘅，經常啦吹噓啦次次中啦易中啦，但係又要靠人啦交費啦去維生嘅，呢啦係咪啦就係思覺失調呢？錢係啦，確實啦係冇人嫌多嘅，但係啦網狗啊唔係經常啦吹噓啦賽後話中咩？照你啦咁易中啦，經常中啦，包贏啦，相信啦咁易中啦，每次啦其實佢哋買大少少啦，相信啦佢哋身家啦就已經啦係幾十倍啦、幾百倍啦、幾千倍啦嚟倍增嘅，又何須啦仍然啦依賴啦呢個行乞啦為生呢？而且啦所謂啦嘅中啦，全部啦都係事後啦什麼啦臨場中嘅。根本啦毫無片啦嚟對證嘅，其實啦佢哋啦反正都係吹啦，點解唔吹夠啦贏過百萬啦，贏過千萬呢？反正啦佢哋啦全部都用賽果啦嚟作啦貼士啦，其實啦老吹啦中幾多場啦，中幾多個彩池啦都得嘅。如果啦真係如果你出片所講啦，要臨場中啦，又或者啦交咗費啦入群啦先至中嘅，咁呢班乞衣啦，其實啦賽前出片啦係咪多鳩餘呢？所以啊大家啦不如正啦藉住呢個啦口鼠期啦嘅契機啦，來季啦好好啦思前想後啦，呢啲所謂啦月供款啦，究竟啦係咪真係贏到啦，還是啊一直啦供款啦他人享樂啦同埋賭本呢？大家啦還是啦好自為之啦。好啦，講翻入正題啦。今次咧雅士谷賽事啦，共跑6場啦。其實啦，每場啦出馬啦，平均啦係較少嘅。對於研究馬匹咧嘅意欲啦係唔高嘅。但係由於啦承諾咗啦，大家啦今次啦會討論一下嘅，所以啦我唯有啦點評啦其中一場啦 S1啦第6場啦，俾大家啦花腦筋啦去研究一下嘅。又或者啦，大家啦等待本月中啦19號啦開始一連4天啦嘅約克馬場啦，大家啦先作啦正式啦嘅暢談嘅。希望啦到時啊有更多場次啦出馬爆棚啦，又或者啦更多啦嘅混亂場次啦，好讓我更加提起啦意欲啦去挑戰啦嘅慾望嘅，能夠啦點評出啦更多啦潛質啦，同埋啦更多攬馬啦俾大家啦參考一下嘅。好啦，今次 S1啦第6場啦。出馬10匹啦，其實啦都算啦係參差不齊嘅，喺不太願意多揀嘅情況下啦，唯有啦揀出一匹啦，算係啦呢棚馬之中啦較為實在嘅，而且啦喺上場啦馬匹啦大敗後啦，相信啦會有多少啦嘅分頭嘅，呢匹啦就係2號馬啦，兩軸啦，馬今年啦5歲嘅，出道至今啦31場啦，共獲啦4冠啦7亞啦2季嘅馬啦，其實就算係一匹啦8字形步啦嘅馬嚟嘅，冇啲乜嘢啦好秀麗啦嘅走勢嘅。只係靠自己咧一股啊死纏爛打啦嘅均速啦步伐啦去食糊嘅，你哋啦散咗啦，佢就啦步步均速啦，
去死女啦爛女嘅。今次啦環顧咗全場馬啦嘅形勢嘅，以佢嘅跑法啦特性啦，可能啦大派用場嘅。加上啦今次改真啦更長啦嘅1600米嘅，睇步幅啦而論嘅，係比以往啦1200、1400米啦係更合嘅。上次一出閘啦大脫腳啦大敗而回嘅，或可以咧換取咧更高嘅賠率嘅。所以今次就以呢匹啦兩族啦同大家啦討論一下嘅。至於點買啦，又或者唔買啦，就交回大家啦自行取捨嘅。若然大家同我嘅想法啦係一樣嘅，對今次雅士谷嘅賽事無甚娛樂性啦，又或者刺激性啦，就索性休戰一下啦。待月中1連4天嘅約克馬場啦，再動腦筋嘅。好啦，今集又做到差唔多啦。對於今季本台是否仍有暑期特備節目馬上話你知啦。又或者今年拍賣馬有邊啲馬係值得大家去打底備忘嘅，可仍持有保留嘅態度嘅。又或者等待一班傻仔嘅網棍提供晒佢哋所謂嘅下季什麼小丑銀行馬嘅，然後我再作衡量嘅。所以大家供養乞衣最終受害其實係你哋自己嘅。除咗會令你哋越嚟越唔識賭馬之外更加令你哋長期被網狗所推介嘅熱門洗腦式嘅灌輸變成個個單一盲目見熱就買嘅輸錢方程式嘅，最終就係造就出更多嘅熱賭冷爆嘅場面嘅。然後你哋又會自怨自艾話啲馬越嚟越難賭等等其實真相就係你哋不自覺經常性聽呢班不學無術之徒嘅屁話另一啲本身有實力嘅馬明顯係偏冷嘅。所以當依類馬一跑出就話難買嘅，根本就冇考量過所謂嘅熱門是否值得買是否有瑕疵所以究竟馬係真係難賭咗定係你哋自己漸漸趨向咗網狗專俾熱門逢比必輸嘅模式買乜輸乜大家應自行細心去反思嘅。好啦，今集再會啦，拜拜。